是下午茶，你看有没有尾鱼、火腿、起司？哦，系我老公带来的，待会是下午茶。我你啦，前面春爱见，唔类是下午茶啫嘛。一样好啊，另外点情调呀。可以啊，没了。前面春爱见啊，听下午茶听6万人打嚟。再打一次哈。好，欢迎收看《康天神发好主意》，有嚟到董牛記。哎，前面吼，介紹牛類嘅特色。牛啊，牛當到一半當到牛啦。牛係有嘅滷蛋個拍行嘅，係有嘅水底不潮嘅，哎呦，天當個皮嘅，全部算死嚟得嚟，全部算係牛類嘅特色啦。你好搞呢，全部係滷蛋個皮嘅啦，滷上行嘅啦，水底不潮嘅，係先我懂。講佢又懂相水嚟，懂相水啦。唔過亂拍聲嗬，係青蔥嘢嘅身體嘅來源，用類啦，用類都唔係最主要嘅來源。所以前面嗬，我介紹帶來佢啊，帶佢個女家嘅羅田寮陳塘來煮牛類本身，從前面又加豬麻雞，好冇？好啊，實實來了，當然這裡點吹啊！來啊！羅田寮客家美食館喺民生東路5趟嘅沿岸。不是嘅看板就從店內嘅餐點，無茶花嘅外表，唔過有當好嘅美食。羅田寮喺2003年成立嘅，忙到4年，認真對美食嘅堅持，打出一片天。入邊嘅菜單嗬，喲，當客家面哦，看，用竹擺做嘅呢，佢哋竹擺做呀。前面點係牛類嗬。係呀。我呢吼，特別都不能點嘅吼，因為係做中央嘅習慣，因為唔點過來。不會點哦，我這個點都不會點，一上來呢，唔點好。前排有乜？咱好似唔係食過啊，好是酸。好是酸。你好是酸。好是酸。不知嘅呀。要有馍呀。不知嘅好是酸。叫大家馍。好了。好是酸哦，那點樣好？因為要有酸的，我切好是酸的。怪時麥甜嘅。怪時麥甜嘅。都叫我是都怪時，又有嘅，嘟嘟好，怪時落客家，怪時麥甜嘅。怪時麥嘅來。以後嘅，以後怪時麥，做很多怪時麥甜嘅。也係問料理過嘅。啊！你要食菜人嘅啦，我想要這以後你以後賣嘅，好怪時賣。你做生意的。做怪時麥叫冇行嚟嘛？原來是菜啦哦。是菜天氣。就要是吹涼風煮過，好，先是怪時麥這個人是。賣我我當蒜冇嘅蒜面，而家佢怪時嘅你甜面個香味啲啊，好食唔知講咧。是。八米湯。從蜜餞咧，我講人蜜餞有嘅怪時蜜餞面。哪邊做嘅？買唔到，這個尖咩嘛？因為這個尖咩？冇我聽講嘅。唔聽講，你這個尖咩啦？我前面都麻煩你調教，注意啊出怪時麥餞，麻煩，好嘛？食。怪時燜黃嘅材料有黃魚、怪時米酒、豆油、蒜絲、怪時麥水、過麥。做法係往兩面都要手鹽熟啊，將個我個用剪到兩面都擦嘅咁落去嚟皮用。皮我個再落皮料，比較香辣辣，再加一啲嘅水，個豆油、米酒、糖，個怪時水，再加一啲嘅太白粉、甜粉，再加一啲嘅蒜絲，然後炒好嘅皮料，再淋到黃當個就做得了。批啊，你當到批落嚟真係，有冇批到啱香酥？你幾個面都幾香嘅，又帶一些蒜面啊，都批到蒜面嘅，個又批到一些辣椒辣辣的東西。有蒜的韓國嘢。有樣啊，不管我先試試，啊不還有魚肉，個人家人呢。怪時麥。怪時麥。講講講紫蘇麥。唔會啦。
头家忙料理之前那个蒜米毛，也还食落去有个蒜米出来，又有个香米出来，用咸酸甜香诶，好好食。一蒜米吼，嘟嘟哦同佢黃嘅開眼嘅香米，嘟嘟嚟起嚟。喂，食落嚟感覺，比鹹酸甜又行加重解起嚟。哎呀，拄好咧，嗱，做拄好啦。以現推原來食啲啊，較拄好。好食好食。清清我帶點蒜米蒜哦，好好食好食。本用前面會點了，唔過後前面嘅調價係要帶來兩菜，我推薦過你，燒嘅嘢食咧。即頭家私房菜對。誒，也係酸講得嘛？我都冇有鳳肉，係啊鳳肉用鹹菜啲爆起來，爆起來。較唔會按鹽。有鹹菜鳳肉。鹹菜鳳肉係有咗客家要食酸乾，學酸乾係清口嘅。哦，係香，剛剛我切個鳳肉米磨出來，一切那個米頭就把它散出來。全部散出來。所以是有沒有想吃？有像什麼？有。你冇那個米絲嘛？有皮豆嘛？香香，又不是很油的啦。酸乾，酸梅肉，用梅肉嚟，用啲煮。腐竹誒，煮，咋條嚟講牙齒咁跳嘅呀，對冇？係啊，我嗰個，嗨做出來咯，嗨做出來吧。有嘅就白玉佛手，湯玉佛素啊，湯玉佛素啊，佛手啊，豬腳，豬腳啦，規支嘅，規支按太支誒，一重差唔多2斤半左右。哦，2斤半，難怪按太長，看到嘛？所以一般人食安尼一串係一地方係鳳店嘅鳳貼之類係咪？你睇油啦係咪？呀，其實唔會，你試試咧，可以。沒有啊，要做嘅。歡迎來，清油，觀眾朋友，食起來清清，無油，無油啊嗬，各位口感當順，唔係種人特別人嘅客家人食嘅鳳肉安尼嘅。油嘅，會是呢個呀？誒唔會呢？你睇見面嗬，可能條街啊，店嘅怪事冇去望，會推薦嘅兩樣燒雞兩樣菜，從表現出來呢一家客家傳統嗬，真係有道好啦嗬，難怪成這樣。太廚好主意，見面嗬。阿龍哥，侯寶龍太廚係佢先做峨眉客家人，係佢同佢客家人書學融合到創業料理之中啊，特別好，就俾大家看到莫難嘅。現在係當有才華嘅後生之廚，各位看啊，你見面後帶嚟乜過氣嘅料理？係當叫我看到，當情緒化，我嚟當情緒。冇啦，其實叫我情緒化意思係講，而係當唔係叫我講當唔可以情緒化，其實情緒化係講當 feel 嘅，當 feeling 嘅嗰種嘅啦，真係情緒化啦，不用解釋。唔過嗰陣時發覺，見面用標切面嘅等嘢咧，見面好，表現下差，下情緒化，處事表現壞，表現又較好嘅嗬，就表我頭前來，好啦，唔係，因為你收視率係壓趴錢哦，所以不用錢壓咗啲檔類。大家係看啊，唔係大家看啊，有兩位啊，大家看比較情緒化嘅處事。哎，唔錯啊。哦，叫咩得你吹實得係嘛？吹實，叫咩你做？吹節呢？喂，跟用嘅 tomato 水果醬。好，當邊就正嘅鹽 tomato 果子醬。節呢 tomato 也係香菜啊，檸檬，還有辣椒、蛇年瓜，也係卷菜汁、蔥條、雞粉、鹽、米酒、蒜頭煙，也係薑麻絲、橄欖油、鹹菜。我先看冇骨頭嘅魚嘅，我怎樣嚟考試？其實冇骨頭、老有骨頭嘅魚做法同樣，是講你食嘅時節，也係處理嘅時節，我攞去삶鐵吼，我嚟教大家同樣吼。嘅辣鐵。你中間你嚟切鐵是冇骨頭嘅吼。南洋節已經係經過處理嘅魚，錯嘛吼，處理過嘅吼。係。哎呀，好。
好，你来拍一下就好咧。米酒，米酒，好，你对了，然后姜麻丝，做嘛要整卡做表演些东西咯。因为吼姜麻丝叫做咧受热，叫为散发，加系姜，加梅头，哦，叫为压抑制加腥味，哦，对了，这是做的木条ham。就起价嘅米絲就係啦，嗬，同價嘅唔好米絲是做嘅，係。好，你準備，我看下咩？準備啲新嘅包好，佢前方嘅，哎呀！哦，你放下去，乜什麼？喂，哎呦，可以啊，俾人睇。係，好，你可以睇火，睇佢可以整落1個時間，將你58分鐘，5分鐘做，5分鐘做得到嗬，係。你弄那個切貼，弄咗嘛切貼，冇用，冇。好，你皮未來切貼，哦，只係起皮哦，誒，睇除都睇除哦，一皮留下來，哦，留下來，我冇用糖啊，其實用糖未做得，糖嘛做得嗬，誒。因為我哋去皮切下唔會怪怪，有啲人哦番茄佢唔食皮啊，所以講我啲皮其實乜有營養都地步係咪？冇錯，哦，其實 tomato 佢啲係咪全部有營養嗬 ？tomato 係受熱果，青紅素就我出咯，係冇錯，厲害。哦，所以你也出菜要客家米，係因為啲要客家嘅鹹菜啦，要客家鹹菜地步，所以佢要叫客家米絲，要客家口米都地步。其實我見佢原本係賣誒像薑鏈啊、關西啊，要咪係淘汰人番茄啲冇？淘汰人番茄，日本嘅 tomato，係，用冇圈樣，叫較好。其實 tomato 當背要漸圓凍醬粉紅色。要突出一啲，係，口感有冇冇香冇？較寬厚實較香，較寬厚實，因為台北咯係賣唔到啦，所以講今日是準備普通嘅。阿龍哥發現到嗬，大家用嘅食材，馬當接用嘢木卡富圈嘅食材嗬，食材啊，懷念故鄉。因為當好呢，當懷舊以後呢，以往我沒有去因為故鄉看，可是冇乜嘅東西呢。我故鄉那邊唔啱冇乜東西，有吃婆嘅有，吃婆嘛可以做菜呢有。好，係嘛。哦，你下線了來，哈，係咪故鄉下線來？我是一天是做應該片。喺我故鄉下線嚟來，懂好。哎呀，我阿龍哥，唔知嘛啲，你呢當做節目地位嗬，全部人都擘個屎，擘個屎，做嘛客家電視台嗬，阿龍哥人都講，你不知講。你用會收人愛一節，其實你也唔啲過好，人都把它過都客家話裡頭就當過嘅意思。亞山比基山較過，所以你都阿過。好冷。今日講嘅話要下正經哦，唔會做得啦。可以啦嗬，所以你比基乜個事都行得厲害，因為你看這山還比那山高，安尼嗬，亞山比基山較過，落阿龍果。好，東麻煩計咗玻璃碗，tomato 係切起啦嗬。爸爸媽媽學嘅時候我煮嘢出菜，切起嚟後我嚟切架落去嗬，唔係用水燙過，其實嘛做得錯嘛嗬。切起後，你煮唔會切到最粉，水啲燙過切紅薯，有時會出來。沒有時說一定會出來。好，生嚟瓜來共用一丁，一模。你啊差唔多好了嘅，東啦跳看一下好冇？用嚟看嘅好嘛？哇！喲，香冇？當香，要講埋米絲乜嘢嘢？唔過，你咁要說嘅，來幾塊咯？你一天來吃最盤嘅，東看，你看嚟看，完全冇拍，變拍色嘅，轉色嘅就可以啦嗬。轉拍色，然後就當背嘅色共用，係熟嘅，係幾日熟嘅？係你吹，找吹下去，其實變硬，是唔好食。所以講家庭主婦啊，佢不管係
下盤嘅魚也係下射嘅魚，春前開大火，講5分鐘，其實5分鐘，結果撲嘅魚脆過條咧，過條過熟，過熟。所以一般來前後是差不多5分鐘左右來看一下啦，哈。係個火固定就係啦。轉到基本肉，做到從腦背邊同樣嘅拍攝嘅時候呢，表示呀5片就有熟咧，切絲。起嘅字，錯嘛？用點解唔會食辣當好呢？啊，即係我一上時候學到嘅吼，安尼辣椒乜當好食？有冇切絲？哦，切絲，我講切絲都切絲，好。你睇基本上哦，你睇tomato醬有啲嘅辣，啊，一定要有啲嘅辣。做乜有啲辣？口感冇較好，係咪？係。哦，口感冇較好。哦，好懂好。哦，等下你收咗時間，辣椒好。不過又唔會辣啦，佢安尼阿龍哥同佢肢體氣體咧，撒落去香菜吼，演習嘅啦。哦，香菜你唔是一地。你做乜？你看你做乜？你見一下。你見一下哦。嗯。你看你切開咧，瓊陽嘅意思啊。瓊陽。有嗎？就是兩層瓊下啦，瓊下。一年瓊下就係。我也把速度會動腳吼，這個也人將料體做好以後呢，全部體非常以過體攪嘅，太快就可以嘅。因為魚準備好勢嘛。冇錯，鹹菜未瓊陽，切切，切辣油雕，哦，按做得。鹹菜要加辣椒嘅，要加要冇炒過，到底係乜嘅意思？蒜頭按用一隻，哦，一隻係點？哦，14桶水量啦，嗬。按個蔥頭，哦，嗱40條夠咗。哦。做嘛？不重要啊！嗱，睇幾多嘅佢擼嘅，可能當定強嘛。睇嚟吧，春香按睇幾。哦，你哋鹽，哦，糖醋，按個芥款，美食1/4。你不用芥款容易咁乜油米絲？有啊，不過油米絲啊，冇做過這的。對啦。你們芥款從沒做嘅太可以煮菜、醃菜這樣可以用，按你可以做2個可以。按個你一鹹菜嗬。很強鹹，你就要少水6個。6個？係6個。哦，其實唔係很鹹嗬。呢邊阿龍哥要6個嘛？呢邊6個嘅。要6個嘅。6個嘅。按個你啊橄欖油。橄欖油嗬。你啊未見？見你橄欖油哦。紅見嚟嗬。按個檸檬。所以必須係純米。係。我這邊看好哦，一係6成幾嘅。撞嘅檸檬水出來的方式，你看到冇？啊，你平常上班你捏，你按嚟傾，一湯水按凍落去嚟刮一圈。冇不用負責粉，基本上冇不用負責粉。因為哦，那係用隻秘密武器。秘密武器。哎呦！因為佢冇 sponsor 喺那個。給予來哈。sponsor 來哈。辣椒水哦，辣椒水哦，哎呦！你看你食，很香哦，又薯香呢。你看你食啊，講到沒有？當家啊！哎，講到沒有？可能你唔偏到入嘅面線，唔過實際講吼，唔看按你吼，按你當好看你節目地位呢，其實一食出來吼，面線全部因為看到卡嘅辣椒水全部突然之間就起來哈。所以講係辣椒水係秘密武器，錯嘛？你一食定咁冇便宜啦。哎呦，唔辣麼？唔係，我說，唔過食材全部切嘅食材全部醃到嘅，全部綜合到姜下，要合到姜下。然後，你按做得長幾邊脆啊，也係不卡要賣乜嘅洋芋片啊，全部睇，你再用洋芋片當杯。當好食。個熱天當貼開味呢？嘅哦，要鮮味下衝嗬，你也要
用姜麻丝，然后佮用的米酒，哦，你腥味其实完全冇。其實誒，阿龍講佢設計也用出時候呢，其實佢當初面，因為佢記得就整一五嘅時候要放了鹽地步嘅，所以一五嘅睇人食卡要誒那個沙拉醬嘅，那醬嘅鹹度，咩鹽不一五嘅地步要鹹度，佢本身五嘅含有一些鹽度嘅地步，鹹度嘅地步嘅，嗬，所以嘅米絲會當好，冇可能拍拍，唔係當好看樣嘅，唔過睇死嚟連狀語，最一先當好食。啊，你講錯嗎？錯，哦，連狀語都靠有可能嗬。哦，你看了，啊，莫像你少的人的心态哦，你饮食食当好食，啊莫便宜。哦，你一定来看，因客家甜食台让托的多了，让看到东东，让看到爱做菜。哦，而家同你喺乜邊講邊做廣告嘅嗬？嘅廣告上啊，結果你前面阿龍哥嗬，不只會做菜，還會哦，都會做廣告嘅。上班要賣貨嘅，你看貨嗰啲啊，冇啊，厲害嘛！好，你蠻好哈，蠻好，哦，當邊種嚟個，當上司嚟。好，你啊，圈菜一，哦，你啊咩講廢物利用啦，吼，你啊放落去，其實你係咪食得？好，哇，醬，好。鹽、鹽、토마토、果子醬，材料有南洋節、姜麻絲、米酒、鹽、雞粉、토마토、蔥頭、芫荽、鹹菜、酸頭米、紅辣椒味、西蘭花、橄欖油、檸檬、芹菜葉。嘅做法係同佢南洋節切片以後呢，加到位米酒、姜麻絲、鹽，咁樣放入去。整大概係5分鐘嘅時間，沙來同토마토自體拿鐵，皮啲白鐵，切切，再個同西蘭花切切皮用，辣椒味同自體拿鐵，切幼幼嘅，芫荽嘅鹹菜咪切幼幼嘅，再個同토마토西蘭花辣椒味，芫荽嘅鹹菜酸頭米。蔥頭、鹽、雞粉、橄欖油、檸檬水、辣椒水，去攪拌勻。再個同整好嘅魚片放到盤嘅地杯。再個同토마토果子醬去淋上去。前兩面呢，利用嘅芹菜葉去裝盤，係咪好？又創意又好看呢，整魚片淋토마토果子醬，就可以上桌咧。爱情听游戏规则，很主持人老太祖强田，两个人就做关注爱负责问老东西食材有关系嘅问题，另外一三人就会回答。喺讲错嘅人就做得食到太祖做嘅秘密好料理，佢讲唔错，定人家嘅料理就本唔識。你有篩選嗎？有啦，1、2、3。然後我第一個我先買的。是這樣的，要2000水折嘞，好，要2000的，冇看到，你來暗瘡啊，冇，哦，精啊，都在淨化血液，因為有乜嘅成分嘅地方，好 A 乜嘅 ？A 係 EPA 與 DHA。B EPS 與 DHC， 乜 DHC 乜東西啦？前件事係我見啊，咪錯 A， 係咪嗎？唔係喎 A， 再給你一次機會 A， 拍謝，誒，大家係咪 A 啊？乜 DHC 冇乜嗰種 DHC 啦，乜講嘅啦？錯，耶！有乜嘅養分攞 DHC 嘅，嗰啲排嘢名嘅啊！冇咩有 DHC？同個 DHC， 唔錯咧，你係啱識了。唔識人係但係團隊人係團 A 啊，
团比啊，唔系无团咱个团队中来先生。我关注诶，我是的啊。关于来人关注。好，那这是可能啊，观众朋友，其实啊，哎呀，第八号各位新导演，嘿，动动来说，好，同时可能加呀，正诶盐、tomato 果汁，将迄都带很用诶米线。看好了，等马上你们讲个事体嘛。哎呀，哎，强嘞！观众朋友，但这么一多水事体，应该讲起大强者，不过真是，讲5个地位米线吼，含米加到那尾开一个来走水，嗰些蒜米嘅米，好食。我哋咪好食啦。關係有重啲啊，嘅啊，純菜啊，啊未愛嘅純菜應該，啊，純菜啊，這樣子卡子你有嗎？啊！觀眾朋友，嗱上吼，尊重你。這單片出嚟，按你單眼來，根本做一本東東啊，一三年吼，大概就試出嚟，因為個題目但是係為你曉，今天唔曉，都唔落誒，所以按姿勢吼，都唔落，好食嘛，好食，冇嘢。